everyone, I'm 苏菲。大家好，我是广西故事江树根，现在是柳州工学院的一名外籍教师，也是美食博主。我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推荐柳州螺蛳粉。来到柳州，我发现这里的人同样热爱创造能把螺蛳粉这种小吃变成大众食品。现在柳州螺蛳粉已经发展成大产业，成为世界级网红美食。我希望能够把更多中国美食介绍给大家，让更多外国朋友了解中国，爱上中国。